家家有好食，马莎国家来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澤位。大家好，我係燕燕。咦，我講好彩係看到用板頭那很痛哦，頭拿痛，用板頭拿痛。別滾啊！家嘈茶來嘅時節啦，唔知哦，茶檔有聲音，媽媽係冇啲餃子，唔愛停。8點鐘，我頭那哦，雖然講係當氣氛生意啦，係咩真有生意嘅，不過生意餃子還是冇辦法。按樣講吼，其實雖然我做媽媽，上去聲音吼，我便宜現在沒當麻煩呢。哎呦，你沒有做學拿來。冇，你係愛的教育。哦，愛的教育。但係我講，今日聲音當麻煩呢。麻煩乜嘅？當咱便宜嘅時間就係生意嘅時間。生日，我會糖嘅買啊都好咧啊！冇，我老你講，生日嘅禮物好買，因為地基好嘛嘅。係啊。咁講成日愛試嘅東西當麻煩，今年啱係凊彩買，佢哋就滿意咧呢。我想下，好，我講有一隻主廚，佢當位貴生意咧。我講佢出來一聽就唔係虎姑婆。誒，反樣當位貴生意，佢做嘅東西一聽要當天堂，好冇？我係實生意。歡迎彭宣琪、彭賢琪、彭主廚。主廚好，來旋轉跳躍，謝謝。哎，變活潑了。哎，我講大家頭拿當痛啊，你一看到。別滾，你一唔可以別滾嘅。媽媽沒想當上一點。係啊，每晚嘅事情咧。每晚事情，你生意嘅事情啊。生意當我搞掂咧。當我搞掂誒。冇錢才講哦。貴生意嘅東西當難做哦。誒，唔係講買一包貴就做得咯。你下生意冇按期，冇按好偏咧，冇按好偏。實際，我教你用半片生意。用半片生意。基本上你係做翻糖餅乾，啊，純手工。純手工嘅翻糖餅乾，那些乜嘢？乜個人都翻糖。翻糖其實它是用麥芽，然後去翻煮，然後變成 QQ 的，像一點紅蘋果樣。用麥芽煮。冇大家都唔知講翻糖，有沒有變啊？變過沒啦，變係啊。你細細時節就該那個捏麵人。哦，捏麵人，其實是雷同的。你細細時節是用麵團去捏，一定要用翻糖桶去捏。好，你大家糖，它都係翻糖蛋糕嘛，佢別做係翻糖餅乾。對。好來。好來，你倆呢食來切麵團。好，麵團切麵團。然後奶油，差唔多幾多？你呢用200嘅奶油，冇炸咩？冇鹽哦。一天都用冇鹽咩？用冇鹽咧。因為我哋做甜點，出咗講酸咧，要比較精細一點。要稱重量。要稱重量。我哋糖誒。糖差唔多幾多？糖100嘅。100。鹽2克。鹽2克。好，糖跟鹽呢，你先攞去攪拌均勻。好。我要特別跟觀眾講你要好做我們的打發。一般人會認為說，就是要把它打發，唔錯。做餅好做我們的打發。哦，用板講。你那做打發好，底下孔洞就會動動。哦，除非像蜜蜂窩。像蜜蜂窩，吃起來就沒有那個綿的感覺。對，冇個細緻度。還有乜個有按那糖，按那餅嚟做出來，它容易切開。係。看它表面它就鬆開咧。這會麻煩人嚟，靠解亂，靠亂哈。你要亂講，要亂拍。幾隻？幾隻？哦。因為差唔多68克，60克，謝謝。好。就將亂落去咧。亂落來咧，你攞去攪微潤咧。係。攪，你是懂香的咧。好，來麻煩我們可以把它加進來。好。用頭粉係嗎？我們現在攪均勻了。唔怕。乾粉的東西哈，乾粉的東西哦，我睇啲哦，全部用下做得。好，用落來。好，全部。全部。好。加冰嘅係香草、牛奶粉，還有乜個？低筋。低筋麵粉哦。好。做餅嘅一定要用低筋嚇。做餅用低筋，因為它鬆脆。高筋起先要做得，所以講因為它冇那餅，因為它有一個口感吼，會它就係軟起來，軟起，唔會壓熟啦。當攪攪啊咧，你要攞佢拿去冰箱。哦，冰水嘛。水幾久？水差唔多15分鐘啦。15分鐘係啊。都鬆弛啦。鬆弛係。好咧。那個攪亂咯。你看還容易哈，冇麵粉，冇該啪啪嘅。點，能夠同啊，就應該，然後就好咧。係當然哦，係哦，然後你就攞個用塑膠袋底部度拿去冰。你冰嘅關係咧，迄就比較軟，
含匀掉，它冷掉越奶油越凝固，很好操作。哦，我知咧，无按你迄讲正经黏黏出毛哈，就有时候比较不好定型。对对对。我走抽筋。好，按最后的拿一边。来，好，来帮你哈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连续嘿，等15分钟过后的哈，哎，真紧哦，刚刚有衰哦，就像衰模有美容效，皮肤就非常的平滑。好，谢谢这位。那你给是做的嘛？做的。小凤妈妈一定要记起来啊。那边好的面团呢，你拿出来咧，然后放到了位，啊，你老去捏捏它的哈，用擀棒哦，然后给擀0.5公分厚度，好来，你那纸棒呢放到了位，你也整你也该模子会给冲，大概要放到一半哈，一半的部分。模子要弄给纸棒，差不多按一半的地方。你那布底下位，唔好老给穿过去，要给它穿过去，然后补这边，然后补完，不可以把纸棒压过去哦。是，所以要轻一点。那你施加压力一下。你还没懂创啲综艺xuất品哈？按你做出来。哦，按当风片呢，按你出来熊熊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熊熊饼干。好，然后我们放在模子上面，做一扎啊，这个做一扎，我妈妈看好吗？好，好来。按你模得贴咯，很做的，做的呀，来呀哈。差不多，你家量做得做几多支？用按你模子差不多10支。哦，10支哦，给每一度哦。对呀，这个做一扎。冰淇淋。哇，安尼出动做得下声音。对呀，到目前为止来起都不用看，小孩子一定喜欢，太可爱了。好，那就男士都厉害，真的好可爱的造型哦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烤箱。进烤箱了哈，来姨麻烦你啊，进烤箱。老师，烤箱的温度要几度？烤箱的温度上火180，下火用160。哦，烤多久？15到20分钟。15到20分钟。对。等下做呢，摸这烤。好嘞哈！哇，姨麻烦一下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3支你差不多15到20分钟嘛。好，老师帮我们夹起来。好，因为很烫，所以我们放这边。其实那边啊，不用冷张会有酥脆感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小熊熊。有比啊。有哈，有比哈。很香哦，好香哦。真就闻到奶香味了，这样会骗到小朋友。有，按你说做的，不过按你是有条声音讲，香香的色啦，或者翻糖一下哦。好，你来装饰一下。装饰一下。好，你看你按 Q 哈，你看翻糖呢，基本上就它 QQ，QQ 扭扭的。哦，不然就 QQ 扭扭就糟了啦。你老给捏捏它的哈，它均匀，你看嘛。好，某个接缝线，你就落去放落去。天米海，用它用嘅，擀面棍、擀棒，落去擀开来。让去到个熊熊的模型。熊模型来咯。好。其实讲例如称重量，按照1Q 的重量是几多？好，那1Q 的重量大概是20-30克。20-30克。我冇做冻盆啊，因为冻盆要甜。哦，因为它也甜的。也甜的。好。这样子就我们一熊熊好。其实你没做也是不够甜。好，来插上我们的糖胶，这是泰勒胶哦，做桶用的。做桶用的。所有的糖啊，你看给它标签上面全部有泰勒胶的。就是食用胶嘛。对，食用胶哈。那当初劳作呢？你不用不用海一下。这样。哎，香港啊，树莓一片。哇，好棒哦！很可爱的艺术品。好，好，妈妈，你看哦，刚染起来，因为你家做饼的时间，买2张模子，嘛有黑嘛，出枪做3副样哦，小熊做3副，不过老师模组。有，我们现在呢，揉一个眼睛，熊有什么？熊有眼睛、鼻子啦，还有鼻子，有嘴巴。对，熊的这个哈，用瞳孔。哇！揪鼻子。你要按，不小声音哦。2个是什么？2个耳朵。耳朵。2个是耳朵，两位。哇，立体的感觉。立体的感觉。好，那无色呢？麻烦你帮我出2粒。也是2粒。对，2粒。拿2粒。对，眼睛的2粒。好，来，阴搓1粒。阴搓1粒，好，小小一点点，就一点点哦。好，这对吗？2粒，下面都有 no 板染呢。我们的2粒在这里，
啊，有梦竹哎。那依依那一粒要在哪里呢？鼻子上面。来，麻烦依依帮我们弄在鼻子上面。好，鼻孔。哦，有没有像出来了？哎，好可爱哦！啊，你是做的嘞？还要穿衣服啊？哦，还要照相哦。哎呀，还要穿衣服。那小哥模照相要做的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今天用蓝色给他穿衣服。好，好，蓝色。哇，去干法呢？这样做蛋糕、做饼干、蛋墙，还会做，还要会艺术哎。真劲吼！对，应该做要学动多，学到动多，艺术也好啊，还有耐心。哦，好多偏声应该真劲，好，要耐心。谢谢。走安慰哦，哎，当时走了。哇，走围兜兜呢。还有呢？我要给他衣服装饰一下。哦，这两个圈圈要做什么呢？来底下做脚。哎，哦，粘上去。丑肉体奶下嘅脚状哈。对，粘上去。好可爱哦！这就是一个熊娃娃。来看多两个之后，应该要放弃了。不会，不会，你看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完成了吗？完成了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？圆圈圈。对，来，圆圆又满。送给我们依依。哎呦，很厚啊！我讲老师啊，你做唔得啦，你做冇送啊。有，麻烦一下。哎呦，各位观众朋友们看呐！你中意那张吉他套？迎来歌星哦，我一定会选向日葵。很强哦，老师，这真的很强。你做真的完成了，对，这全部都完成。哦，我拢讲哦，完成啦，骗人你骗得到，来，我你骗正经的生意做得吗？做的。神秘嘉宾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欢迎神秘嘉宾是谁？陈先生。哎呦，来，来，哎呦，依依的来也啦 ，Hello， 抱抱，帅哥，抱抱。哎呀，欢迎。他竟然不给你抱，变成眼里都是饼干。你不讲他假发嘛？你看 Gary， 太假好。大家好，你讲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们一直看饼干，大家好，又偏多嘞，又偏多，偏多啊！来，试一张，你哪一张？哪一张？你喜欢哪一只？啊，你跟哦，没关系，就打翻吧，这就是翻糖，我们就翻糖吧。你看看，你好棒哦，我们全部都掉到地上了，但是你要吃一口好吗？吃一口，来。哇，好吃吗？好什么？好吃。因为你不讲好吗？猫讲好吃吗？好吃。哎呀，好棒啊！喜欢吗？喜不喜欢？给100分吗？真给偏多哎！好累哦，他都不理你了。你冇事见咁貴他都不理你了。安尼反击，太假不是假，声音的韩国一听到别人用你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这就是现场。我告诉你，小朋友，嘿，天使，没恶魔。好，来给你听听的声好吗？慢慢吃，谢谢。听听的声，老师刚刚讲声音是甜的，而是咸的啊。哎呀，妈妈也觉得要问小朋友是主食。是都到位了，好，煮嘛该上好。你一下煮贝壳海鲜意大利面。贝壳海鲜意大利面，这个来看一下哦，好不好吃？因为这个菜刀它比较不一样，它有齿状，所以我们用压的。哦，来点像洋芋片。对，你那个玉米吼，按太皮吼，斜刀保健玉米，保健落去哦。哇，安尼真正澎湃呢。蔬菜皮落去，落去。哇，然后可以去色彩缤纷。对，你看吼，意大利面底杯都有空，你就都给它整那个汤汁，真正好吃咯。来咯，哥哥来做。你刚刚讲的意大利面，我想我生意呢是长的无嘛好呢，准备乜个面？你准备贝壳炖呢？哎呦，哇，小朋友会很开心呀。第二，你买海鲜。
海鲜，对，还有当多好食的抢菜。嘿。哦，唔过做生意的客户面一定要有点甜甜嫩嫩。嘿，所以你有牛腩。哦，来，开始来做。好，先来做乜嘅？来，你先切洋葱蒜头片。你用两刀诶，好 OK，是蒙的。蒜片。对，蒜片呢，你切到0.1公分哦。好，然后给煸到酥酥的、嫩嫩的，你就没做的是这个养生很好。因为有的生意唔敢食啦，你们吃到啲鲜暗虫，你就切它油的喂，比煸落下熟的喂。我说讲过啊，油的蒜头吼，喺真嘅拿去烤，去煸，不像马铃薯，冇就冇嗰种动呛的米丝啊。嘿，有个甜。来，谢谢。咁個媽媽有啲人啊，無像老師按強吼，再切按油，有一種方法，我還有這種類似削那種水果的刨刀，按你擼咩做的？哎，做对了。哦，来，因为这个菜刀它比较不一样，它有齿状，所以我们用压的。它很猛切哈，压下去就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料的厚度选到来，两边都是波浪。哦。然后呢，之后我们再压刀。哦，切碎碎。哎，来。这就是我们的波浪。哎，永远生演出吃我我要吃波浪的。对，好，我们大概呢就切我们要的部分就好了。OK， 让最后嘞，看你最后哇，很香配合我们的面。其实成日嘅东西就系安样型吼，运用嘅食材，唔过有啲变化，就冇强用。没有。好，你嘅玉米吼，按太极吼，然后给切它细对位，切斜刀，然后就用锯。哦，然后就不会吵架。量又哈多。嘿，斜刀。怪兽也要讲，哇，我的宝剑来了。是。宝剑玉米。好。让去后嘞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。现在我们的海鲜。好。哦，海鲜出来要注意了哈。要落去穿烫过。先烚过，然后落去再。先切。先切。来。这个是什么？哈。好，这个。猜一下。套球，对，然后嘞，它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不过嘞，你要拔下去。哦，用把它拔下去。因为呢，你没拔下去嘞，刚刚你煮出来会变红色海鲜面。哦，底部黏到色出来，就像底部度嘅墨汁啊，对呐。对，我听下有攞墨汁拿出来，你看我杯咧，我攞去爆枪了。咁刚你就唔會煮到fonfon。哦，有上香。有上是煮，哎，奇怪，來面用fonfon。係呀。面fonfon，來面fonfon。好，咁咧，攞去切圓圓。哦，圓圓，一片一片咧。0.5公分哦，哈，切比圓圓，你看佢就好好食，好好夾，哦，啱啱好過水，我配合我們的海鮮貝殼，配合貝殼，你睇係咪？你睇很多有花枝，沒錯，花枝還有，哦，你睇這邊，我們一樣不要浪費，打斜刀，哦，咪就重新呢。係啊，那一變化一下，而且水滾過啲就會揪起來。對，然後這個呢，小朋友吃嘛，我們切薄片。哦，斜刀的薄片。對，斜刀的薄片，冇像太低哦，人家底下好敲。因為你有上次細嘅你要跳遠。係。哦。所以盡量薄片。泡。薄嘅之後，唔好攰低。你做嘢生意當輕風咧，有弄嘢生意做幾多個比？有啊，你自家會做啊？自家會做。係生意自家要參與去。哦。哇，線上前日咧轉經都下死哦，本身一些動學。OK，最後咧，好，嚟，全部切好咧。哦，全部好嘅，好，不來啊。你啊咧，穿燙。好。穿燙的時候咧，你咧先穿燙搶菜。來，謝謝這位啊。哦，不會。來。你睇紅蘿蔔咧，而家慢慢熟，你先避下。好，就搶菜可以去穿燙。那蒜頭咧，你要給它煸，所以做唔到穿燙。好，差唔多咧，穿燙咧，你有30秒鐘，因為佢按泡，你差唔多30秒嘅時間，你撈玉米用落去。因為你還要煮嘛，哈。玉米筍。玉米筍。然後你甜豆。甜豆。好啦。差唔多咧，用翻一款佢鬆芒咧。用翻一款。變色。哦。
差不多了吼。嘿，唔过煮，你加个炒落去就会烫熟的。嘿，麻烦不爱加。就了汤锅就好嘞。香皂做得嘛？做得了哈，加咩冰这上那个。那川烫的水呢，不是豆体哈，因为嘿，因为蔬菜呢，川烫呢它不会辣撒，它不会油烟。好，唔该按酱。还有这个酱。好。你下咧，你来炒海鲜。好，烧海鲜。烧海鲜。你下咧，烤猪落去。我干嘛花鸡落去？然后小个这位海。因为下讲唔是太熟嘛，我讲太老。葱油下去哈。葱油下去。好，我们先做2次川烫。好，我们花鸡好了，下锅会差不多了。先卤一下了哈。你看啊就好嘞，不是香菇。因为香菇会漏的，你下炒落去哦，声音就咬不动了。因为人家切了冻泡，有细细片呢，这样就脆脆。所以你才头咧用那些咩木头调太挑嘅，细挑嘅，然后一片一片咁樣。哦，係你係，哎呦，佢夾面都啲地杯都係應該係。唔係，就小個別佢追一下就好，別佢追一下就好咧，唔好將佢。我們打你一下落去咧，就落去香料拌一下就好咧。哦，差不多啦。係你學唔是拿起來哦。好。小開哦，冇都去開哦，不然都加薑絲就係你糖哦。好。先放旁邊。好。好，沙貝都沙破哦。因為沙破煮起來它夾。哦，給大家說了煮意大利麵咯。煮配料。加多料微款是，你有奶油。好，用啲奶油，係乜嘅奶油？一般是無鹽奶油哈。沒有無鹽的。無鹽奶油，還有我需要橄欖油。那橄欖油呀？對，一點點。好。哦，兩種油混合在一起。對，這個奶油是因為我覺得要讓它有那個奶香味比較重一點，所以我自己再加奶油。幫佢溶一下，俾溶一下。好。當然啦，媽媽講你係講你喺意大利麵用嘅東多，譬如說有蝴蝶結的，有啲貝殼嘅哈，即其實先煮好，你當家都熟嘅，冇像太飲食嘅炒麵啊你哈，有陣時是炒麵哦，生人嘅煎啊，當麻煩講你講到，你啊種可以的當等一下，又當好熬，你要當到。各種形樣樣式，卡通造型的，有公主造型的，還有英雄造型的，動動。你看偏生嘢東西很多呢。你如果這年前很好穿哦，來放蒜頭，蒜片，蒜片，細火喲。嘿，冇太火，因為有可能沒有關係哈，奶油嘅關係。用太火佢就會燒焦。要复就冇事了哦。讓差不多30秒左右，那皮熟就好嘞。好，給撒下來呢。撒下來洋蔥。哦，洋蔥一片落去了哈，全部哈。好來。哦，有沒有聞到香味？洋蔥加去哈，一定要給它甜味出來嘅哈。那看到嘅蔥條有啲透明嘅，就差唔多嘅。差唔多嘞哈，樣也是差唔多嘞哈。找麵粉哈，麵粉啊，牛奶哈。但係啲特別濃睇下講，不管你煮濃湯也好啊，煮意大利麵也好，麵粉一定要先炒過，這樣有香味出來。身邊牛奶，牛奶哦，留一些嘞哈，一下將啲香糟嘅事情上面咧。好啦，麵粉可能很多哈，我們是多很多，先些嘞。而且個奶哈，講啲結闊。唔該，你啊就較多嘅哦。你就老加些的牛奶。其實之後加意大利的香料咧，屬係白醬嘅，白醬。哇，凍香咧！凍香哦。老師吃會甜哦，因為牛奶有陣時吼，太多太夾嘅時間吼，會出貨嚟。所以個量我擠一下，好，冇全部下去。好，米酒嘛。哦，那米酒，來。米酒。其實不用米酒，不用拍酒都做得啦，因為海鮮嘛。現在白醬炒出來咧。嘿，好 OK。然後咧就落啲配料。配料吼，點乜嘅？你個海鮮。海鮮咯。你愛上嘅哦。上嘅先。你估咧？你做乜嘅無酸湯？用乜無酸湯咯？嘿，不用湯。因為香菇凍加就會軟體就會熟咧。嘿，韓國會出水。會出水。好，因為我們的水蒸發掉咧，所以你給我加啲水。本來你嘅香菇較夾啲，再熟成一下。好。有時候是太高咩唔好哈。係啊。
你现在系讲緊肉嘅牛腩做得10個間牛腩冇？做得，那个可能有的人我想冲牛腩米吼，你就蛮多。好，好，来马开。来，现在就下我们的意大利面，因为这都熟的。哦，意大利面先。意大利面先。好了，滚肉。还有滚肉。再下量哈。两面咧熟的未哈？哎，能够熟的记得都水哦，你未走，不过有冷水的关系，你冇煮走会出水哦哈。哦，海鲜。好，海鲜落去哦。你发现肉料造型的那个面啊，应该冻压就会贴落去嘞，它会扒附在那个面上面。对对对。哇，安尼真件东澎派呢，其实做嚟煮东多，爱吃到安尼用适量的面好食咯。系啊，加低滚的吼，调味。好，我选调味嘛。海鲜面，蔬菜比落去，落去调味。来，我标好不好？来。停就停哦。哦，确定盐哦。确定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先这样。好，先吃啦，莫不用爱含生盐面莫生哈。哇，你看也是东澎派的哈。很油哦，还有秘密武器还没加。秘密武器嘛，该有。秘密武器，你洋香菜。哦，洋菜係嘛？係啊，搞落去。搞落來，哇！你還可以就色彩繽紛。對。影片你懂的东西都之前都煮熟的嘛？嘿。煮熟講讓它整個完全熟透。哦。像米比小個按完燉一下，比落去哦就好咧。好，安尼好誒。係。安尼起鍋了。好，起鍋了。來，火關開去。好。哇。面。有哦，用香菜哈，用鹽水也不用落去。對，香菜，乜嘅溜溜咧。其實你喺加嘅香蕉啊，鳳蕉啦、香蕉啦，可以有咩東西啊？係啊。還沒有講聲音，我現在看了都想吃。好，脆海哈。好，還有秘密武器，知道嗎？有，這個是我們的起司粉，這個是我們補充鈣質的，所以呢就把它撒在上面哦。厲害哈！哇，很香哦。對，這樣就夠了。又香又香，來，留起來龍卡講，請睇下什麼該？貝殼海鮮意大利麵，厲害哦。蛋糕呢，我们只要10分钟，10分鐘都到位，只要10分鐘，真的。按掉下去後嘞，按電單就準備好哎。從中間低低的地方哈，你也差不多8分滿了哈。成品出來了，你懂嗎？茶葉香，牛奶香，蛋糕冷了，對不對？都可以再點出來嘛，個氣。來，哇，整件彩虹呢？你 party 就差唔多咯，整件哈，可以開始咯。我準備咯。結果嚟食啦！我諗講，按你 party 係咩一天都去。對呀，安醬有營養滿滿。下次看誰加先啊？你看吼，意大利面底杯都有空，你就都給它整那個湯汁，有海鮮，又有蔬菜，然後是買本來撈到講，你先落鍋，會磨好食嘛，磨呢。真件當好食咯！哎，你按魚哈，按魚風水哈，第一個哈，東東你講，哎，老師你那個去砂鍋有冇？營養就冇了呀。因為哎你砂杯時間哈，冇皮熟，3分熟就好了。你皮泡好去啊？你看面呢，就像他這樣講哎，它的湯汁已經在那個貝殼面裡面，然後呢，它那個海鮮釋放出來的那個湯汁跟鮮甜度都在那個面裡。嘿，咁講緊都冇用。愛生嘅好，愛食。生嘅哦，
生意哪？我真会搞嘞，你还可以恶心吗？生意出来呢，哎，你先生太牛爱吃饱，生意哎，你先生生意等下怎会生哈？不过我吃到生意，我爱两头菜哦，对呀，又有这个营养满满，又有那个牛奶的甜味，对，不过哈，对生意来讲，它有一家重点，係叫做愛雪界。马街生日要有蛋糕，对，盖伦糕有，我们今天有准备。你有准备？有我先讲哦，因为啊，我吃到大白去 party 啊，给人个按太热，切到无好看，我就无想食，生意咩？睇緊係樣式唔哎，你根本就冇空用的。又冇空用，嘿，你马街？哎，你给我做的彩虹杯子蛋糕。彩虹杯子蛋糕，令用半天哦。嚟看，做一下。叫来做，我拢讲杯子蛋糕，爱有动腔哦。你有动腔啊？爱你来做，在我面前还开玩笑。来，先做。好，来，那麻烦你帮我敲2颗蛋，谢谢。先敲蛋。对，先敲蛋。好啊，这么难的工作。你没讲你不？啊，哎呀，马上就流线了。哎，你大乱的时间哦，上班有讲过，哎，立着，按腰身的地方打下去，用夹呗。好棒哦！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啦，还有嘛事情很爱做？懂中药的事情吗？懂中药的事情，哎，你记不会做的是红茶马芬。红茶哪里来？红茶在前面，在这里。然后呢，麻烦你帮我们泡上热牛奶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哎，不用几多渣？哎，4隻全部標。4隻全部標。有紅豆渣。哎，紅豆渣哦，非常會入味。哎呦，專門用牛奶哦。牛奶較香啊。哇。係啊。今日喺講愛做咖啡嘅，就不用咖啡粉。嘿，錯。不錯，舉一反三。舉一反三，會做的。跟我來做。你慢慢做呀，然後一來講哎，好，來，我們這邊呢蛋呢，先把它打均勻，打均勻，然後麻煩你幫我加糖跟鹽，好，謝謝。葱落來，全部你看，我而家未試加加落來，買到一選過，你看，好，甜度剛剛好，好。哎，你那肉呢？味道都比你用斑盐呢，你要看鹹哦，也比牛鵝黃色就好嘞。好，那味呢一下就好嘞哈，轻便單。今天這個杯子蛋糕呢，我們只要10分鐘，10分鐘，從頭到尾只要10分鐘，真的。好，你看呀，打起來咯，好不好？開始有鵝黃色哈，新夾哈，當夾。因為我都覺得說，哎，做甜點不要那麼複雜，越簡單越快吃到甜點最好。我初龍老師講啊，有陣時吼，講從伊應該吃到講，我要做邊個東西，我不用從那邊用個晒，其實冇安難。對啊，今天很不錯，現場的這個溫度很剛好，然後呢，我們也打好了。做點心哦，做西點，特別做西點，我吃到溫度、濕度就當中。嘿，當中嘅，你看呐，但你要去亂撈統一哦，哈，放去做的哈，好。還有領進門的老師也很重要，哎呀，對不對？怎麼講啊？哎，你還挑引出來那領進門的老師。來，給我橡皮磨刀一支，謝謝。好，哎，現在大家都差不多，均勻了，然後它的濃度差不多有沒有？要扭就好了。扭哦，哎，扭就好了。好，沙律表。沙律表，沙拉油。沙拉油哦。對，按多哦。哎，你俩差不多做9杯，9個紙杯。好，這位你的紅茶牛奶。紅茶來了，哎，很重要。給你紅茶茶葉咩掉落去哦？係啊，真嘅㗎。你浸差不多10分鐘咧。差不多10分鐘。哦。哦，連茶葉都要下去哦。好，來來哈。謝謝。幾隻茶葉。哎，你看給人果呢，有個紅茶葉的味道，然後就給人果茶葉，紅茶葉，紅茶啦哦。啊，你一定係客家葉。幾正經咯。客家種安茶。來，你看，哎，你還親切啦。就茶蜜哈，然後呢，牛綠茶蜜做的綠茶呀。有做對咯。好了，麵粉。麵粉哈。麵粉。你知道龍太講他兩毛麵粉。第1斤麵粉。第1斤麵粉，它1咯。哦，使用前要過篩哦。哦。你要篩過。要勾的啦哈。哦，太白那個泡打粉。泡打粉。按掉下去後嘞。好，麻煩茵茵老你準備漂亮的紙杯放在烤盤上，謝謝。按簡單就準備好誒。係啊。這你要改啊。茵茵會來冇？唔會哈。當簡單。終於自己做得做咧哈。嘿。腳必軟哈。好。
用好嘞。啊，根本搞太一格，不是花嘴，不是花嘴哈。你俩面糊哦，你看挤花袋哦，然后装一般，你先装了，装起来。面糊。哦。先装面糊哦。你装挤花袋的时候，就让笔跌落去唔怕，笔跌落去，顺顺的就好了。你是讲给果冻，按装好嘞，来起来，差不多就好了哦。嘿哦。没有挤花袋，其实都开塑胶袋没做的。做的，你装到塑胶袋第二度没必包。可以用剪的，系吗？对，这个洞呢不能剪太大，也不能剪太小。太小的话我们挤不出来。妈妈莫剪了黏么？因为你剪可能个别可能看老师那边有留嘛个，留空气部分哈。好来，你剪差不多1公分的高度哈，线好，两尾流出来了，流出来哈。这边有空气管，你多了尾。你要自备那奶。自备的美丰贝材料店。大卖场可以耐热哈。你那捏呢是这个从中间，中间呢低低的地方哈，捏这样子8分满了哈。因为你懂行啊哈，积累时间空气会往旁边，好，然后呢整个绕圈上来以后8分满之后哦，因为你想讲，你现在给人讲，你看几8的时间，你要碰起来，好冇？不算我们同天然膜哦。好 ，OK 的，OK 的，哦。之前还帮助安妮给发班呢。后来麻烦依依呢，老师，不用烤箱的路况来问他。烤箱要预热嘛？要预热，差不多给涂。你迄讲一般的烤箱温度较高的上火180，下火180。迄讲呢烤箱呢较冷的呢，你就上火200，下火200。哦，按你要烤几多的时间？差不多15到20分钟。哦，好啊好啊。沈梦依呢？给等15分钟，等于10分钟。真的有杯子蛋糕，我们再看。当时还泡水嘛，大概看到伊烤箱在拿东西，就声也出来了哈。哎呀，成品出来了。谁？哇，这个谁？要赶快让位。东西来拿。记得吗？好香的茶叶香。哦，那个茶叶香，牛奶香。老师来弄敷一年啦，来香港茶叶不用我用我好生。好了，老师要定几量嘛？不是？要不然要定几量啊？铁砂掌都出现了哦。要自杯有没有学？哦，真有。自杯有没有学？真品哈。必然。好。你看呢？你没抹汗哦。有要抹汗吗？该咯。抹汗，装饰啊。哦，杯子蛋糕当包有冻酱的奶油。嘿，对，你要打些奶油。好，中庸。有糖也冇糖。你看呢？你做的馅有糖的，也做的馅冇糖的。而且呢会健康的。嘿。你中庸也支持，可以打给它发。好。有我分。要不要久嘛？差不多想10分。哦。对，5分钟到10分钟哈。你要鲜奶油全部它封片。你啊，鲜奶油啊，会打比它多诶。妈妈喺讲上，我看人整日冇时间啊，冇快涂，我不如买一罐的嘛，一罐的浸下去，就做得油。如果你油上是唔止讲几杯东西用办，成本用办，当然讲防片啊、急救的时候用可以啦。所以我比较，我还建议开几家全部用几家大的哈，因为它用原料，你看中会直接合成鲜奶油。他比较担心他的那个，就是整个反式脂肪。对，反式脂肪。他讲你身体是他没健康。哎呀，好，差不多了哈。差不多了。好，要打好嘞。好，差不多好嘞。你呢？用慢看。会拿一边，就那样哈。拿一边。哎呀，对不菜。买无耐心。对，总对不菜。啊，这么个边呢？因为要让它冷却，你这样念。跟出来，你譬如讲，你某本买个鲜奶油便便，适合便便的那种。跟老师你有便吗？有便好诶。太好了，我的温哦。好，这个帮我们的说嘞，两位嘞，挤花袋给我剪，你了就花嘴呢，你了剪过。哦，老师问下看一下，便哥老毛便哥差多多呢？你要完全出来，你祝你生日快乐，模拟。对呀，好了，你要剪的时间呢，你要牙口哈，就让剪刀夹着哈，夹面，转一圈，让它给绑下去。哦，这是我们的压下去的。对，好。你看呢？你要做彩虹的嘛？系啊。来，麻烦你让来大口来。
哎，你要有竹签，好，竹签。中庸的食用色素哈。对，食用色素。好，沾一点。好，都两边，都头前哦，前面抹一下。哦。前面抹一下就有黄色，对不对？一条一条的感到换别的颜色，换别的颜色。哦，对，这色都做得哈。好，来，那不同位置哦。好，刚这边是黄色了，对吧？那我现在用蓝色的，哎，都底杯度，好，上来，中条线，哎，涂一下色，抢色，好，绿色的，两片，要从根部起来哦。好，全部起来的时间，四面八方，哎，全部有色，好，等下哦，全部都有色，含住了，先来油。种落去，要技巧呢。做了要懂细心，要生意哈。唔多哈，全部就会变成泼墨山水画。对，没错。上去彩虹色，你看。哇，漂亮吧？真甜呢，就是很多色彩蛋糕哈。好了，蛋糕冷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可以来变出来嘛，个心。来，哇，真甜彩虹呢。好。来，麻烦依依帮我们撒上漂亮的糖，还有插牌糖精，色的糖精。我们哲伟已经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啊，我就一直在帮你们做。好来，其实爱取到你爱步骤没走对本声音来做。走对啦。其实这样子啊，简简单单的一个又健康又营养的蛋糕，去给它做生意又动惯关系。哎，你刚刚奶油抹按甜嘛，超好。然后再加上给奉茶，奉茶你吸出会本给甜来片，来片以后就之后讲，哎，这个蛋糕吃起来不会很腻。还有嘛概念哦，生意你看到一撒一张，出唔会抢。哇，依依你好棒哦。哇，老师要盘的那种有姜哦，有，那你 party 就差不多咯，含姜哦，好嘞。我先来当那个好了 waiter， 好不好？来，好，老师介绍一下，你个问太噶，设的黑马街彩虹杯子蛋糕，来喽。开不开心？开心吗？你先选你要哪一个棒棒糖，哪一个饼干？哇！你要先从哪边吃？先拿做了很辛苦，注意到声音，你看妈妈要哭了。对呀，就为了他一个笑容。你爱不爱妈妈？亲妈妈。哇！哎呀，为了糖果。那时候懂我呢，因为那时候声音的反应，小孩子的笑最纯真。对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吗？你今天生日吗？是啊。我看我遇到设计就今天。你刚才有谈到太高的音泡数吗？你有听到大家拍手吗？有。那你要下一个。笑啊，你们笑。走了。哎呦，我做了很辛苦，终于都声音。不管是1、3年，还是13年，看妈妈要哭了。对呀，就为了他一个笑容。妈妈，你爱不爱妈妈？爱啊，要妈妈帮你做那么多哎，而且花了10万块。你要不要亲妈妈一下？亲妈妈。哇！为了糖果。后来，哎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你想要选哪一个？等一下，小大象小大象，你跟我选的一样。来到有没有省限量？做限量。那你吃糖也要吃饭，好不好？好哦，做点嘛。做点吗？完了，还有不耐烦。赶快吃。好，给你的婶婶嘛该。婶婶嘛该。那妈妈最喜欢。哦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妈妈有没有做小熊熊？哦，小熊熊有。
在你吃完饭以后再给你，藏在冰箱里。你先选你要哪一个棒棒糖，哪一个饼干？好，那你哪一个？哇，好棒哦！你也是对哪边去？你要先从哪边吃？天芒果。新年出来呢吼，你做的生日设计乱搞好的啦吼，我家做了按辛苦啊，当上来生的，好来说一下。OK， 来。哇，你当归的小细节真嘅当重要。老师你做按到甜点我知道你真嘅当归下生年吼，你做你做甜点对生年还有办法吗？有啊，因为你自家做过妈妈，所以对生年吼有研究。用白人本身也他开心，用白人他有健康的身体，就容易去研究。要引起他的动机。我另外一个呢，当人做了甜点，唔但请去讲是好吃的东西、健康的东西，还有乜嘢疗愈。有疗愈。你做翻糖也好啊，那杯子蛋糕蛮好啊，全部是让自己心情愉悦、愉快啊。尤其说都说，你老生意从他做，喊他有疗愈，就亲子关系咩？真嘅。因今日真嘅咧，好神蒙老师。係啊，真嘅吼。係，線上做嘅東西驗了，你看得到，所以健康，你就顧到咧。他線上就找個搭配，聲音從這個色啦、調配啊，還有它的那個整個的這個造型，他都有想過，有想過。你看佢聲音，平時係啊，唔會吵咧。你是來想，老師沒當好，佢還有準備太顏色、深顏色的東西，你今日沒有識到動啊，知道講。按那型的聚會也好，按那型的東西做好也好，有時候為到生意呢，一些些辛苦都唔怕，好嗎？這件當什麼呢？唔會。還有晨先生，你謝謝媽媽，要謝謝琪老師。我們是 partner 呢。謝謝。啊，不客氣，生日快樂啊！好心嗎？好心。我會相信，所以講哦，有陣時。你自家心肝都一天有隻生意呢，你啊生意可能因為工作啊，可能有當多的事情，比 M 到心肝度，有時是拿出來一下，不管係生意也好，太年也好，本大家有一隻回歸到最童真的時刻，不管係這些東西，不管係自家嘅食法，一條嘅角落行啊好，自家行啊會享受哦。好啦，係享受嘅方法係乜嘅？看家如何食，空了時間咯，一天啊看家如何食。溫陽哥哥，來主席，來哦，再聊哦！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乾杯！啊，就是那個。希望大家來到家如何食。日本人呢，東方裔老晨晨呢設計這樣的生日 party， 有彩虹蛋糕，有貝殼海鮮意大利麵，還有呢翻糖餅乾。日本人呢看到全身安歡喜，來其中呢來任務也達成了。在這裡呢，謝謝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夠也為自己的家跟小孩子呢設計一個非常美麗的生日 party。謝謝。